下来继续来看台北市文山区一间早餐店，昨晚昼时阵走入来一只山姜，这只山姜看起来真惊狂，佮弄入去店家的地下室，最后这个头家甲掠出来，为后壁门甲放走。头家讲，因附近有一粒山，伊是看过袂少小动物，这个是第一届看到山姜。 早餐店向向来一个想袂到的人客，细只姜仔为柜台撞到门口，卡过伫大厝，敢若有小可惊吓，伫咧店内撞来撞去。是了，他等一下还会再出来一次，他等一下还会再出来一次，他又进去了。 店内监视器嘛翕到这只姜仔出入的模样，想袂到来食早顿会拄到动物啊！边仔人客嘛摕手机紧翕。台北市文山区一间早顿店昨晚道向向有姜仔撞入来，互店内的人拢惊一跳。头家嘛想要甲姜仔请出去。没想过会在台北市里面，就是早餐店里面看到这个，他一直在跑，他都完全停不起来，一直在里面绕圈圈，然后脚又一直很打滑，然后帮助他也不知道。 但是他也停不下来，后面就是生气，里面有白鼻星，有蛇，那个鸟都不用说了啦，吓到了，他就一直跑进来，跑进来又跑出去，又跑进来，然后到了我们家地下室，他上不来了，30年都没有，这第一次。附近的住户拢讲，这动物也袂少，不过姜仔是毋捌看过，啊那民众真正若拄到，应该爱安怎应对？民众看到的话，就是尽量远离它就对了，就是不要靠近它，因为它。 很容易受到惊吓，会到处乱冲乱撞。除了人会受伤，它也有可能会受伤。我们有立即派救援队的队员过去救援。但因为现场山姜其实是行动自如的跑来跑去，那我们把它捕捉之后，就已经送往那个山区去野放了，就近在文山区的山区。姜仔已经登去野外，啊那台北市的动保处嘛讲，姜仔撞入面体也是饲货案例是真罕的看，那真正拄到也是甲因保持距离，赶紧通报交予专业的人来处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